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啲趣事。天文台又而家仲係掛緊1號風球啊，就大家留意下。3號風球呢，就相信夜啲啦，夜啲會掛噶啦，夜啲會掛噶啦。8號風球呢，就相信冇事啦，唔會掛8號風球噶啦。雖然個颱風話會增強，但我估計都唔會掛8號風球。而撞啱嘅星期六、星期日。咁呢2日大家就咁嘅天氣喺屋企休息下啦，喺屋企休息下啦。就我今日分享下點解我會去台灣做嘢。咁我亦順便講喺台灣一啲趣事俾大家聽下，分享下。咁當年呢，我就好多時我都會去台灣嘅。嗰陣時台灣就好興咩呢？好興啲人帶水貨。咁我哋香港啊買一啲海味啦、酒啦、煙仔啦，或者買件皮褸啦咁樣咧，就帶嗰邊啦。即係打火機啊、雕盤打火機啊之類嗰啲，就去台灣度賣。咁賺翻使用啊，賺翻機票嘅，賺到嘅，一定賺到嘅。咁嗰時咧就我喺西門町咧，就每次翻去台灣，我都會喺西門町一間叫來來百貨公司度，上面有間咖啡廳，我成日喺度飲茶啊，飲咖啡嘅。咁就有一日，咁就經常上去，當然都有一啲咧，都係經常上去飲茶嗰啲熟客嚟噶嘛，都唔係好多人嘅，好多嗰間咖啡廳咧，就通常都係幾個人喺度飲茶咁嘅啫，唔會話坐滿嘅。咁有一日有個客，即係餐廳嘅客人啦，係女仔嚟嘅，就寫咗張紙，就叫個侍應揾杯咖啡，一杯咖啡，個杯擲住張紙，遞張紙過嚟俾我。張紙就係邀請我去同佢傾偈嘅，做朋友嘅。咁我望望，冇所謂啊，係咪先？你叫我同我做朋友，咪我去啦咁。因為我知道佢已經問咗呢啲餐廳嘅職員，知道我係香港人嚟嘅。當年香港嘅人啦喺台灣係好受台灣嘅女仔歡迎嘅。咁我揸住啲咖啡埋同佢傾偈，咁知道佢原來係做保險嘅佢。咁傾偈閒談之中，咁佢就話：而家佢哋保險咧就係好難請人，因為當年好多人都係唔中意做保險嘅，因為咧保險通常佢個覺得保險你要死咗先得錢賠噶嘛，你唔死就冇錢賠噶嘛。所以就好少人買保險嘅，好難，即係好難揾客嘅咁樣，即係好難請人，都唔知冇辦法，生意唔好。咁我就提咗個意見俾佢，佢俾張卡片我睇咧，就係乜光乜光啦，唔好講乜嘢啦嚇。譬如光保險好大間嘅間保險公司，係好大間嘅，台灣幾出名嘅，喺個部長級。佢好興嘅台灣啲咩部長、咩科長咁樣，咩組長咁啊嘛。呢個係部長級。咁我同你傾偈，我話咁樣啦，我話我同你諗下辦法啦。咁有乜辦法啦？咁樣嗱，我喺呢度，我幫你請人，我幫你請人咁不過唔會長久嘅。我話，因為我呢個辦法咧係唔會長久嘅，遲早都咁上下就要停㗎啦。咁好啊，咁佢就請我。咁佢就同另外一個部長又係，佢嗰個部長㗎嘛，即係佢即係大家傾得埋嘅部長，兩個部長一齊夾錢請我，就每人3萬蚊台幣。嗰陣時1萬蚊台幣嚟講，應該係3、4千蚊嘅啫。嗰陣時都係，咁喺台灣好好用㗎啦，台灣好好用㗎啦。咁我就嗰陣時正式喺新光，咁我去旅行嘅啫嘛，有水貨啫嘛。咁我就
試過咁嗰次翻去之後咧，咁我就直接喺台灣住咗落嚟啦，租酒店住落嚟。我住喺西門町，喺西連南道一間酒店住咗落嚟，租個長房住落嚟。咁嗰時個長房就5000蚊一個月，5000蚊個月嘅啫，好平嘅啫。咁我翻工咧，佢點樣咧？我就叫佢哋登報紙，將報紙寫登個登廣告啊，請就話明某某保險公司請助理文員，但必須要略懂廣東話。如果識嘅咧，流利廣東話就更加好。做助理嘅啫。咁通常嗰度啲人睇到咧，你要識廣東話，你呢個一定係廣東人，你廣東人都係香港人嘅，你認為佢哋估計咁啊？所以就好多人嚟見工，好多後生女嚟見工嘅。咁個個見工都請噶啦，一定請噶，真係坐滿人嘅，請好多人翻嚟，都幾重皮噶。一個人5000蚊人工噶，請翻嚟。佢翻嚟嗰段時間點樣？係冇嘢俾做，根本冇嘢俾佢做。話明唔使講明唔使揸保險噶嘛，唔使揾保險嘅，淨係做助理做文員嘅啫。佢哋翻工嗰日開始，Day 1開始，我哋就俾咩去做咧？俾啲文件去抄啦。嗰啲文件抄出嚟冇用噶，抄完嚟抌嘅啫。其實冇用，即係俾啲嘢去做咁解。唔好話冇嘢做，俾啲抄出嚟就抌，係浪費嘅。咁一路至到差唔多近月尾時候啦，譬如啲翻工我就梗噶啦，一定我工作就係晚晚都同呢啲女職員，今晚就呢個，聽晚嗰個，後晚嗰個，晚晚同啲宵夜食晚飯，打感情波啦。咁關係就良好啦，一定關係良好，晚晚食飯喎，係嘛？睇戲啊，食飯到時一定關係良好嘅。好啦，一路至到月尾，差唔多近月尾嘅時候咧，咁啊自己咧同啲人食飯嘅時候咧，就真係衰啲講句好似死老豆咁樣，冇晒心機嘅。佢自然會問你：大哥做乜事幹啊？你今日唔開心嘅，你做乜事啊？咁我就會講咩咧？沒事，你們不用管，沒有的事情，我自己想辦法好了。我可能下個月會回香港去了，下個月我要回香港去。為什麼要回香港去啊？有什麼問題講出來，我們想辦法幫忙，好不好？沒有的事情，你不要管啦，我自己想辦法好了。對，即係咪話你唔使理，我想辦法。我可能下個月翻香港噶啦，做唔落去噶啦。咁嗰啲女仔就一定問你，追問乜事幹。好啦，既然你問得咁緊要啦，好啦，我話俾你聽啦。不過你唔好理啊，唔係你嘅責任嚟噶，你唔好理，聽咗算數啦你。咁啊同佢講，我今個月都冇交單，冇單開到，一張單都冇。冇單交我就要走啦，係咪啊？炒魚要走啦，係咪先？就算啦，我話係咪先？天下無不散之筵席。你講完呢句說話咧，啲女就得，你放心，我盡量想辦法，我哋一定要幫你，一定幫你。咁佢自然會翻屋企叫你老豆啊、阿媽啦，個見識嗰啲姨媽姑爹，盡量想辦法佢同你就揾單，你都唔使你揾啊。佢自然同你揾單翻嚟俾你噶啦，一個同你揾2張單，10個同你揾20張單，你根本一啲都唔使擔心，係嘛？呢啲咁嘅屎橋真係嘅，一定成功嘅，一定得嘅。佢翻屋企同老豆老母講，老母喂，你如果冇單交，佢冇單交，佢都冇工做咯，冇份工做啊嘛。呢個女係咪啊？
一定幫佢嘅，死都同買翻份保險，一定買。佢為咗個女嗰份工，一定同佢買保險嘅，同佢個女交數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咁做咧，一路都有單交俾嗰兩個科長啦，嗰兩個部長。嗱，咁做法其實三方面冇損失嘅，三方面有利益嘅。當然啦，我有份工做啦，係咪個月袋3萬蚊啦？啊，晚晚出街食飯，兩個部長啊，當我神咁拜添啦。我中意食乜嘢夜總會睇表演，係全部佢哋請嘅，我唔使俾錢嘅，我都係嘛啊。嗰啲部長有單交，我完咗我嘅工作，而嗰個女同事，佢同屋企攞到啲保險翻嚟，佢一樣公司會俾翻佢嘅每一個月工錢就有佣金打翻俾佢哋噶嘛，佢哋又有利益，有錢收翻。嗱，其實三加到三贏嘅，所以我曾經講話，雖然係呢招係揦詐招，但係任何方面冇損失，任何一方都冇損失，冇損失嘅喎，係咪？嗰兩個部長有單交俾公司，我完咗我嘅責任，我做翻我應該做嘅嘢，而嗰個就算係佢屋企啲親戚朋友啊、父母買保險，公司會打翻啲佣金，打翻佣金俾佢，個月有佣金俾翻佢哋，佢都有收入，係咪三贏啊？係揦詐，但係三方面都有益處嘅，冇損失。呢就係橋，你度橋度得正唔正？所以我都算抵死嘅，真係咁都諗到出嚟，係嘛？當年嘅台灣係好得意嘅，啲人啊，好重感情嘅。如果你係香港人，如果你係循規蹈矩，唔係喺嗰邊搞震造成呢，啲人好尊重你嘅。所以到今時今日，我都好多台灣朋友，經常有來往，啊，好重感情佢哋台灣人。你就千祈唔好話呃人，你循規蹈矩，用個心去交朋友，台灣朋友係交得過嘅。嗱，我今日講咧就講咗喺台灣，我點解去台灣做嘢，而咁樣互惠民，我做咗8年喺台灣8年，所以咧雖然你台灣我冇入籍噶嘛，我咪飛來飛去咯，嗰陣時飛機好平，幾百蚊飛機票啫嘛，幾百蚊飛機好平咁啊，當遊飛機河咯，所以嗰陣時成日都搭飛機嘅，真係個月都搭飛機啊！嗱，講到呢度咧，就今日就講住咁多先。其實你台灣就好多趣事嘅，好多嘢嘅，因為台灣咧嗰陣時黑幫好盛行嘅黑幫，我成個覺得就話，我去到台灣，我知道台灣係好多黑幫，但而我係一個外來人，想喺台灣度立足生存，我一定要識翻一班咁嘅人，啊，因為我就識到呢班咁，而家識到一班咁嘅人。咁所以咧，好多時有啲嘢咧就對我做係有啲方便嘅。我舉一個例俾你個例子。咁我有一次就喺呢個台灣有條街叫做峨眉街。咁峨眉街度咧，有時啲樓梯上樓梯啊，有啲樓梯上樓梯噶嘛。喺樓梯口度咧有啲女人企度咧，嗰時候叫流英啊，嗰啲俗啲講叫雞啦嗰啲啊樓客噶嘛。咁有一次我經過，我揸住個手揸包。經過有個女仔一手搶咗我手揸包，搶埋我副眼鏡就走咗上樓上。佢目的就想我追上去，跟佢上去，但我冇理佢。我望一望個門牌，我直接走咗去來來咖啡廳，我來來百貨公司樓上一間咖啡廳。咁我話俾人聽啫，啲人叫我坐喺度等，佢哋揾人就去嗰度攞翻我手揸包，攞翻副眼鏡翻嚟俾我。有啲咁嘅勢力嘅啲人，係啊，嗰啲就係佢本地嘅所謂叫太保，即係香港叫爛仔啦，叫做啲爛仔啦，即係黑社會。咁所以咧就
我成日認為就話，我去到邊度都，我一定要識翻一班人，識到一啲人好嘅好人嘅，你咪多啲聯繫咯。然之後係行偏嘅，你咪盡量少啲來往啦。見面請佢飲餐茶，請佢食餐飯，咁啲人就滿足就咁得㗎啦。打好個良好關係，有乜事幹就有人幫你。但係你千祈唔好就因為咁樣自己嗰邊咧就壓手壓腳，以為了不起。台灣人就好重感情嘅，你唔好理佢咩身份都好，你真心對佢，佢真心對你。所以而家到今時今日，我啲台灣朋友都係好真心。我唔理佢嘅身份係乜嘢，唔理佢地位乜嘢，佢做邊一行係偏係邪係正嘅，我唔理。總之就係話有乜事講，大家都傾得埋，出聲有人幫手。今日講到呢度先，下次我再同大家分享下其他嘅故事。拜拜。打風時大家小心啊。OK，拜拜。